是毋是在咱进程当中到处拢有？哦，但是虽然讲在咱过程当中，咱会去感受，其实真正咱感受了这种喜悦甲安详，是在咱的啥呢？咱的内心，在咱的内心内底。哦，因为伊是无所不在，哦，伊是无所不在。虽然外在有真侪这个金钱甲财富，但是总是有限。但是咱若为外在金钱财物，咱永远会找袂到这种喜悦感，因为伊是无所不在。哦，咱只要是拍开着咱的心，这个心门，将这个心门拍开，那么自然咱咧讲，迄个阳光，哦，甲这个空气，甲平常拢会走进来。所以像过去捌讲过一个故事讲，伫这个美国有一间真细间不起眼的教堂，这个教堂呢，之所以出名呢，就是这个教堂伊建设，哦，也是建教堂像着这个大的这个教堂汉阳一样嘛。这间的教堂所出名的上界大因素呢，就是你教堂当中有100位，哦，有100位，所以大家因为咧看100位，所以呢。大家拢时常不管不惜这个千里的路途开车也好，坐飞机也好，甚至坐车也好，拢为着要来看100位。所以呢，有一天有一个信徒入来，伊就去看100位，但是100位较看不出所以然。人讲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有的人看是100位，其实画中有什么？有画。伊迄画当中有足轻重的这个含义。那么100位到底什么位呢？100位就是讲，在伊壁顶挂了100位，框框内底画着一条门，这门有一个锁匙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门当中，这个锁头，有咱就是这门。然后呢，这个耶稣基督啊，这个代表耶稣基督，伊徛伫门外，大家想无啊？各位定定感受。100位内底有一个门，然后呢，外口徛耶稣基督，徛伫门外口。那么咱看这8道书，应该有所领会。耶稣就代表啥？代表光，代表爱，代表正，代表真理，对不对？伊讲伊就是道路嘛，伊就是真理嘛，伊就是爱嘛。那么耶稣伫外口，伊创啥？敲门。咱来去人遐，即马有电话，若较早无拢用门的。古早时代拢一个圆箍仔门吼，这个圈圈，用这圆箍仔箍，免门环。讲有人伫哩无？所以因为耶稣伫外口敲门，